少年人找无工课啊，找着嘛拢做袂歹。少年，即摆阁无啥改变。一个人行着好安的社会，人人的头壳甲靠地，细小的生活，身躯无完身，甲要叫甲。我问你最近过了安怎？啊，你讲还袂死，搁食袂饱。我想要日子爽爽啊过，无想要全夜市的烧鸭火。我想要